咱今日咱讲主面前，咱要敬拜大圣，咱甲你的边仔讲上帝恩典到亚利用，然后咱彼此来祝福来。上帝恩典到亚利用。咱要用这首歌来敬拜咱主，咱上帝讲。耶稣，我听你拍败伫你面前，学了敬拜你，主我的王。咱来学了伊，咱较紧淡薄啦。耶稣，我听你拍败伫你面前，学了敬拜。爸爸伫你面前，学了敬拜你，主我的王，哈利路亚。咱有啥物通感谢无？咱有啥物亏欠软弱，咱会通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用主的话声做伙来宣告讲：你着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，着对至源的谢愿。伫患难的日，你着求我，我要救你，你嘛着尊重我。上帝啊，敢无别个神明会当甲你比？你赦免罪过，宽赦所存的子民犯的过失，你无永远藏上去，反等以爱的怜悯。咱献上咱的感谢，学了咱的主，咱上帝，伊是至源，伊是施恩，伊是赦免，伊是。会通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才做咱的拯救的。咱来承认咱的亏欠，咱的软弱。主圣神会照上帝意思，直接来引带咱回转，引带咱行伫头前的道路。咱想看有啥物通感谢的无？无需要感谢，就是昨要对泰国转来的时阵看到机场讲delay啦，因为10月有一遍delay的经验嘛去到到伫迄个门的时阵，就分可乐，用咧可乐我心想讲顶边是分水，过来分汉堡不过感谢主，敢若分可乐。若分汉堡，我就知影讲飞袂转来安尼所以感谢主。咱有啥物通感谢？咱开声来祈祷，咱来学了，咱来感谢主哈利路亚。是啦。主啊，阮学了感谢你，你是阮的主，阮上帝。我来你面前，我来献出感谢。
愿主你的手束福帮助阮，互阮会通伫遮来学乐感谢、凡事感谢、恳求、祈祷，你就将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互阮，愿主你帮助阮，进到你受恩宝座顶。感谢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时时引带看顾，互阮人生的旅程每一脚步，拢有你引带你所享受的平安。伫患难中，伫困苦中，你也扶持、安慰甲引带。愿上帝赐互阮，互阮时时充满感谢，无论伫顺境逆境，无论是得到还是有失去。愿拢恳求迄个享受逐项好物的上帝，互阮知影讲，享受的在伫你，摕去的嘛是在伫你。阮会通用心感谢，用信心来领受，也恳求你来赦免阮一切亏欠，互阮会通好担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大大开喙，你就大大祝福。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也请坐。咱恳求主上帝来保守看顾咱，因为伊是医治咱、供应咱到也阁有存的上帝。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：上主会保护你，脱离逐款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上主会保护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，讲伊会保护你吼。对即时直到永远，咱透过即5项，就是咧看见咱全人的需要，愿主来赐福咱。你若有需要，你就徛起来啊！伫遮啊，咱要同工中集哦，咱的小会员牧者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，也是这咧吼。咱开声来祈祷，你若有需要，你就徛起来，大大用信心来恳求、来祈祷、来感谢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奉你的名来到你的心宝座前，奉你的名来宣告：你的医治、你的供应、你的祝福、你的平安、你的引带、你的智慧、你的权能，拢要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互阮随诚因心相信的，无论大小，主你拢要祝福。愿阮伫你面前得到你的怜悯，得到你的医治，得到你的提醒，帮助阮。亲爱的主，你是大医生，你是丰丰富富恩典的主。伫阮的软弱，啥时我靠你，阮的啥时就是真做勇壮的人。伫阮欠缺时，你是阮的牧者，互阮无欠缺。你引带阮伫青翠草坡，带阮伫安静的水边。你互阮伫对着面前，为着阮摆设筵席。你互阮伫失迷时，你用你恩典的手引带阮倒转来伫你恩典的道路。阮做伙用信心来领受你的医治、供应、安慰甲引带。愿上帝所帮赞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最后，咱要为今仔主日来守望来祈祷，做伙来。上主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每日伫你的面前求救，愿我的祈祷达到你面前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求。咱做伙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今仔日的上任中执会、小会，求主来引带掌权。年底相关圣诞节一定正到伫即个大港节的第一主日，也咪要点到大港节的第一主日的腊节。昨暗伫楼骹有点即个象征上帝赏赐
光明的圣诞树，也是这个灯，拢要提醒咱，伊是咱生命的光。咱用信心伫遮来倚靠伊头前的道路，用信心伫遮互伊来引带。透过听，互遮个需要人通过友爱基金，会通伫急难的时得到帮助。咱要做伙来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，为着遮要上任的种子，遮个同工来祈祷，互因按照上帝心意来行。开声来祈祷来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主你的话对阮讲，田拢到时，昼夜息息，什么人要去做工？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机会，参与伫上帝国的服侍，互阮会通伫主的国度内底有份。你引带阮，你也交代阮去，互万百姓做你的学生。王爸囝圣神，甲因行洗礼，凡你所教导的，拢帮助因教导因遵守。就你永远甲阮三角同在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感谢主，阮早起，阮伫礼拜中间，无论是遮个种子当工上任，阮无袂记对你领受迄个灵敏的听。用听做大声来服侍，来牧养。愿上帝你受祝福，也阮要做伙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：愿你天父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对你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得抓阮入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伊国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想属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事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第一辈，和平的人君。咱要点大降节第一主日的蜡烛。第一支蜡烛是有言的蜡烛，提醒咱多年来的人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，要期待上帝国会通用期待毋望这个上帝国来建立。
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你看见人的软弱、犯罪，你用疼降临。伫2000多年前，你爱阮得到这个恩典，所以你降生成做道，道成做肉体，伫阮的中间来生活。今仔日阮用点滴、用宣告、用纪念，就是要唤醒阮，倒转来到伫迄个上起初的信仰、起初的疼、起初的期待。愿主你来是阮祝福帮助阮，透过这个节期，互阮知你是阮的主，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。感谢主，因助阮正到伫礼拜，会通甲你会面。会通透过你的话，成做阮生活的准绳。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同心来唱圣诗《俄罗上帝》，圣诗248首。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的上帝全能君王，你命我要永远尊重。主我上帝赐我一段，未通切断，阮对满满，期待面对一代恶路，你管我心的团部，我要受你奇妙所罪。尊为恩人，为严为惠，你的公义观念伟大，我要公义互人拢知，伊要保佑主的大有。就我lòng命运敬尊，你有为个我人民，无怪受起主爱无尽，是阮的一切受造。用心感谢，用嘴恶路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为的上帝。主伫你凡事拢通做，主你佫满有慈悲甲怜悯，你是阮所敬听的天父上帝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创造甲竞选，你是世界的光，世间人的暗暗，引带阮行义的路。你救阮脱离黑暗的陷阱，互阮的灵魂通得到静养。但这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提起阮心内的惊吓，互阮知，阮虽然迷失了方向，总是阮抓着你的恩典。感谢你，时时刻刻拢亲近阮，要听阮的祈祷。
你阁想出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安慰、鼓励，互阮受伤的心灵，阁一遍得到鼓舞。迄个失落去的信心，伫你的听内面，完全会享受安稳自在。愿出愿入，主你拢保守阮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是阮的大牧者，是教会头，教会是你的身躯，有你，阮拢无欠缺什么。总是阮知，离开你，阮就什么拢袂通做。愿我靠你凡事拢为，但求主你的恩惠，常常甲阮教会同在。恳求你的旨意伫教会中自由来运行，搁一遍来点导阮众人对你的热情，加添阮对你的信心，为主来发光作阳。主啊，帮助阮的教会。伫面对最这挑战、难题、困难的时阵，主愿知，你拢知，但愿恳求圣神，你亲自来帮衬、带领、坚固阮每一位同工的心，用你公义的正手来扶持阮，开启阮心灵内面的目睭，互阮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作为。无我靠家己，单单信靠上帝。仰望天顶的爸，听你教示甲求智慧，将一切毋茫放伫上帝。主啊，阮真较无，搁一遍倒转来到你听内面，你真理的话，也就要成做阮所行、所传、所做的准绳，也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阮要尽心、尽力、尽性，做一位对主忠心真实、心中无存虚假的人。愿你除去阮心中的骄傲，使阮有谦卑的心，永远行伫你救恩的道路中，来听你，甲听人。相信帮助阮，脱离一切在歹的攻击，无言阮不义，甲温密的罪来吞噬阮，坚固阮正人的信仰，保守阮每一人会通远离这歹代，赢过对歹来这一切挑战。主啊，求你将平安赏赐予阮。但这时，阮用恶乐进入你的门，用感谢进入你的院，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恶乐你，求圣神甲阮同在，欢喜接纳阮今早起的敬拜。愿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于上帝。当心祈祷，奉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有主的名，听阮祈祷。请坐。这时咱要来交读启文。启文伫圣诗后面59，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。启文59，罗马书第10，我来刻，请咱做伙来用。你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。深信上帝，互伊对上两个我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。嘴宣认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信义的人袂抵到失望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，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毋过因都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拢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拢无车牌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迹偌尔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啊？所以，信是对听，
听是听基督的话。不过我要问，你毋兼真正拢毋捌听到？当然捌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伊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下面要请圣乐队来献诗，伊要献的诗歌是：就来听星神，就来听星神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要入去羊巢。无对门入，对别所在搬过去的是贼，是强盗；对门入去的，则是
羊的牧者。过门的甲牧者开门，羊为认得牧者的声，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，带因出来。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，行伫羊的头前，羊就对伊行，因为未认得伊的声。第五节，因一定袂对生份人颠倒袂走闪，因为因毋捌生份人的声。耶稣甲因讲即个譬如，毋过因毋知伊伫甲因讲啥物，所以耶稣阁甲因讲：我也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我也是羊的门。所有比我较在先来的，拢是贼，是强盗，羊袂听因。我是门，通过我这个门入来的，为安全，通出出入入。佫会找到草埔。第10节，贼来一定是要偷掠、要杀、要毁灭。我来是要互恁得到活命，得到真丰盛。以上，下面咱请本堂的义牧师来讲道，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：我就是羊的门，我就是羊的门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你是阮救恩的门，要因带阮伫恩典、伫丰富的生命、伫永远的毋忘。今仔早起，透过你的话，要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透过你的话，成做阮的快乐。成做阮的信心坚固的一个秘诀，听阮的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会通做伙，咱搁一遍伫遮来学乐来敬拜。即个昨倒转来到台湾已经暗时11点外吼，本来是会当较早。但是看到机场遐写去报道的时阵吼，要摕机票登机证的时阵讲，伊就比一个讲看遐，我一看讲慢1点钟过10分安尼啦吼，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，进前较有事前牧师啦，伊讲牧师你毋通搁伫咧咧吼，讲你拢嘛你黑白讲安尼吼，加在。无分两遍的汉堡啊！我咧想，今仔日咱中集要上任，到底上帝话要提醒咱啥物？咱每一个人拢是小牧者，毋是干那牧师是牧者。咱做小组长的，咱做长老的、执事的，咱受交代，咱受伫迄中间来。差派就是要成做上帝所采用的。拄啊，牧师伫咱咧带祈祷的时阵，有讲耶稣在提醒咱：田拢到时，昼夜息息，啥物人要去做工？所以伫遮要搁再提醒咱，免透过今仔日经文，互咱有份参与伫上帝国的事。阮真毋茫因活地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军人以太，伊的老爸，甲侪侪遮的家属因心内的一个心声。这个以太，伊是因的军队是扎营伫加萨伊的边界。以太是19岁的军人，伊甲其他200外个。遮个人质是伫咱过去所看到的10月初7，互恐怖分子即个哈马斯的阵营伫遐来掠走。
其中则包括有一寡囡仔吼，总是伊做一个军人，伊是真恶得伫迄个讨棒的名单。根据这半岛的电视台所报道的，就讲哈马斯甲以色列有达成一个这个议题，就是讲吼，咱若有停火一天吼，停战火一天，就放10个这个人质啦吼。咱知影前几工有安怎？有停吼，有停战安尼。不过最近我就看讲，佫开始啊吼，要佫战啊安尼吼。所以伫迄中间就有几个受讨棒吼，包括有无共的国籍的哦，即相同国籍的，有阿根廷的，有法国的，有德国的，有9位的儿童甲妇女吼伫迄中间受讨棒啦吼。虽然看讲其他无受讨棒的，因的家属一定是真紧张，也是讲真期待，亲像咱咧点第一季啦，一个期待，毋望有一个拯救者，有一个势力，有一个气力来帮助，互咱的这个家属未信主的人，因会通伫遐安怎得到拯救啊！这家属嘛是相款哦。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抬杠节，就是咱要准备咱的心吼，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咱知影讲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啊嘛，伫2000多年前，总是对犹太人来讲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一直期待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帮助因，可能独立的建国，然后带因脱出去做奴才的生活。今仔日咱伫教会纪念啥物？透过这个节期，可能透过这个诗歌，圣歌对这个诗歌，也是咱咧准备这个圣诞节诗歌，毋是凊彩准备、凊彩唱的，是有按照伊的救赎、伊的节期伫遐来安排。要唱这个诗歌、这个经文，拢是咧提醒你我吼，咱坐伫遮，毋是干那做一个礼拜道啦。来就要拄久啊！如果你若伫厝困无好势，你来遮拄久嘛袂要紧啦。总是莫讲吼，莫讲。我即几日我去互我的室友安尼讲甲，困拢介无好安尼哦。所以伫遮咱咧期待，伫咱生命中间，会通诚做咱的帮助，诚做咱亲人还未得救的人的帮助。你通诚做迄个无样的人也无，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来认识，为啥咱要期待？期待什么人会通帮助咱？耶稣讲：“我是羊的门啊！”这门到底是啥物款的意思？伊是救恩的门，伊是羊条的门，伊是咱生命的门，伊是咱永远救恩的门。到底咱要安怎得到？咱要安怎入去？这是重点。再无效啦，你着爱入去啦。所以伫遮咱来看讲，今日咧提醒咱军队错误性命就受毁坏哦。所以今日咱透过这段圣经，这个困境要提醒咱，头一个耶稣咧讲啥？伊这段圣经其实甲第9章受做一个连结的。头一个就是你若对毋对牧者要安怎？咱做来读来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要入去羊条，无对门。所在搬过去的是贼，是强盗。牧者是要养饲咱，要引带咱，互咱会当伫生命中间来得到供应。伫你软弱的时阵会当扶持，伫你行无路的时阵会当保你，用上帝话来帮助你。伫你软弱失败的时阵，帮助你，互伊得搁一遍徛起来。伫你失去安慰的时阵，会当诚做你安慰。我要出国进前，知影讲咱的姊妹已经差不多要面对生命的挑战所以要
要去到机场的进前的2、3点钟，我就去到头龙伫遐来为祈祷啦。这比吕美惠姊妹吼，其实我有去几遍甲伊祈祷吼。最后这遍真正是临终的祈祷，为祈祷差不多头前拢是昏迷啦。我去的时阵哦，目睭金金吼。伫咧中间我讲，如果若耶稣要来带你啊，你着放心，你着真平安对去。伊讲会知。我伫 FB 有看到，伫赖群组看到前男兄甲我讲，牧师伊祈祷，伊甲前男讲，上帝要来接我，所以无偌过消息就接到伊已经安息伫主的行程啦。因后清楚耶稣的话，清楚牧者对伊讲的话。会通真正安心，虽然是面对性命的终局这个终局，我讲你的性命是加足济啊，你知无？医生进前甲讲，剩头3个月、6个月，我每一遍人去来看，我讲美惠，你即马活地爱感恩，因为经过2年啊。检查医生讲，剩3个月，心惊吓。总是当伊接受耶稣，成做生命救主了后，2年啊，阮过来每一时刻、每一点钟，你拢感谢。哇，感谢主，我加我1点钟，我加我1个月、2个月、1年。你每一个时刻，你是有存着感恩啊无？所以对毋着牧者，可能你的性命面对的终局就是毁坏。外口有真侪遮个宗教，你若对毋对，迄个门是真宽，但是是通到灭无。所以伫遮咱有看讲，约翰福音即个比喻，是耶稣真努力来对遮个羊群的领袖，也是咧提醒咱遮个要受竞选成做牧羊的人。羊群的领袖毋是遐个腐败宗教的当局，其实耶稣咧讲，这个法利赛人，遐个掠律法，开喙合喙，就是咧律法。第9章咧讲啥？一个痴迷的人，伊出世痴迷，总是耶稣伫安息去甲医好。这个法利赛人无用怜悯的心，伫遐来看着讲，哎呀，真好。耶稣伊伫伊即个一出世就痴迷的人，会通伫遮中见光明，应该替欢喜对无？毋是啊，到尾怎啊甲伊赶出去啊？因为伊为着耶稣咧讲话啦。所以伫遮加好的牧者，代表的就是遮个以色列当局的领袖，加好的法利赛人。拒绝弥赛亚，拒绝耶稣，将律法、将规则变成做人得救的确据啊！耶稣是律法的主，要伫遮来完全。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所做的是上帝爱的，毋是人伫遐为着遮规则发条。所以咱有看见讲，痴迷的目睭开。这个法利赛人无看在咱内，无藏伫因的心内，反倒当愈来愈对着耶稣，到尾要出卖耶稣，要杀耶稣。第二，咱有看讲，若听无出牧者的声，你就对毋对啊。巴勒斯坦所有的这羊条吼，因的羊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社团。过去咱知影讲，可能有一个基布子，有一个共同的会社，所以因做伙无共的牧者伫遐来看顾因家己的羊群。这羊会听家己无共款牧者的声。咱台湾咧顾羊吼，阮细汉咧看牛、看羊的时阵，是对伫后壁吼，
掠锤仔伫遐险安尼吼。总是以色列也是讲巴勒斯坦的牧者，因是徛伫头前，因是安尼行，然后羊群对伫后壁。所以伫迄中间，咱看牧者知影地有草料、有草埔，牧者知影啥物所在有迄个真安静、通休困的水边。所以咱若读诗篇23篇讲，带我到青翠的，带我到安静的。迄个安静的水边，可能你倒咧有水，但是突然来可能有啥大水来哦。牧师已经捌讲过，伫沙漠、伫迄个旷野，有可能做大水哦。若捌对牧师去以色列、去埃及哦，过关的时阵，啥物？迄个海关去土石流淹去啊！阮过关啊用人工的，我毋知影张老师可以记袂哦，差一点仔护照找无安尼哦。这个记忆就是要提醒咱，你会听的声。听到无？这牧者要帮助你，互你的生命会通更较丰富，更较有望。总是耶稣要对付这个假伙法利赛人，这掠法条、掠律法，伫遐咧讲的，就是要破坏。因为这个青面人，伊得到耶稣的医治，伊性命要受建立，总是伫迄个宗教上的礼仪中间，伊却互人赶出去。互人讲你生来就是有罪人，伊用一条伫遐来定伊的罪，就甲赶出去。第三，咱看到出来是要创啥？咱做来读来，出来一定是要偷掠、要杀、要毁灭。青面因为发生伫伊身上所有的这生业，伊肯定耶稣是对上帝来。总是伫伊伫见证的时阵，伊引起法利赛人安怎见笑转上去，所以将伊赶出去。法利赛人有能力分别耶稣的生业甲身份，总是因无愿意接受啊，因无愿意接受。如果你若去看这本圣经公会最近出的吼，现代翻译的译本。伫第9章遐，约翰福音第9章遐，伫35节的进前的标题讲灵性的使命啊，灵性的使命，就是讲因明明知影，因会通体会，伊通了解，但是呢，因为拒绝耶稣，因为人的关系，所以因所有不管伊做对做毋对。就甲反对，所以直到耶稣要吐气讲，迄未看见的当看到，迄看会到的却安怎看袂到。所以伫即个标题讲灵性的使命，所以因就安怎干脆用啥，直接设比讲，你全然是生伫迄个罪孽的中间。一个看袂到的耶稣，甲开目睭看会到；一个应该伫迄个看会到的中间，却看袂到。耶稣甲这个青面讲，伊就是人子。青面的伊伫遐安怎相信耶稣，肯定耶稣。总是这个教律法的，这个掠规条的人，因却失明，看到耶稣的身份甲伊的能力。因就感觉讲无责任嘛，毋是。因有能力，却欺骗众人，这就是罪。如果今仔日法利赛人好亲像咱这服侍人，那安尼，你我可能是伫耶稣的目睭前是认为是罪人。今仔日咱是毋是亲像耶稣嘴所讲的？伫马太福音23章27节。讲恁遮教会的法利赛人甲经学士有知影啊，因为恁外口看起来是啥？漆白白的梦啊，内底死人骨头啦，甲污秽。
这是耶稣所讲的哦。甲你的边仔讲，毋是咧讲你啦。特别要上任的长老，念伊说哦，牧师嘛会提醒哦。长老的责任是啥物？长老的责任是协助教会治理牧师，毋对啦吼，是协助牧师治理教会，敢毋是嘛？这个律法师、经学师应该是要协助人来认捌这位主吗？敢毋是？是啊，竟然因对付的是主耶稣啊！所以，亲像约翰福音第9章后壁讲，灵性的失明啊，看袂到。今仔兄弟姊妹，咱搁一遍来看上帝话的时阵，是要提醒咱看到、看明。什么人会当顾到你的心灵？互你伫软弱的时阵会当徛起来，坚固你的信心。拄着困境的时阵，无放弃。好的牧者是要提醒人伫困境中间，毋是讲规则规条。是你陪伴伊，你甲伊行，你甲爱上的人同爱上，你甲遮个成功的人，你甲伊同欢喜，应该是安尼啊，敢毋是？军队供应的主，互你性命会通丰丰富富出来。所以伫遮咱看耶稣正如羊条要带人到青翠的草坡。羊条内底无草埔啦，敢毋是？所以牧者逐工都爱带这羊条爱安怎出去啦？羊条是一个休困的所在，迄个无门啊！耶稣讲我是羊的门啊！如果恁兜若无门，你会感觉安怎？无安全感啊！我若住饭店了，我门搁帘搁安怎？串咧，有人甚至讲无吼，你甲迄个瓶装水哦，你甲保特瓶装放伫迄个要开迄个吼，安尼人若偷开入来吼，你落落你就知影安尼啊吼。所以门足要紧无？有啥物人恁兜无门的无？大门过来咧，你家己有家己的这个房间门稳捌咧，就是你关起来时，你有迄个安全感嘛。耶稣讲，我就是迄个门啊！所以耶稣要进入伫羊条伫遮带人，毋是干那伫内底，伊要带人进入到伫迄个空旷的所在，互你会通得到把助啊！耶稣咧表达属伫伊的人认捌伊的教示。世上有真侪遮个无共款的异端宗教哦。咱伫咱的新的礼拜堂，咱楼顶就是啥物？伊嘛伫遐分呢，有真侪人可能2个人骑脚踏车，对无？迄外国的吼，为着要互你学英文，要教你英文，总是背后有伊的目的，要将因所认为的真理、信仰、教道理啊。今日牧师要帮助咱倒转来，真实倒转来到伫咱所看的即个信仰圣经内底，除了耶稣是主以外，无别的救主。阿门吗？有真侪宗教哦，有啊，阮嘛有信耶稣啊，总是耶稣毋是唯一的救主，所以要分别清楚。所以许多圣经就是咧告别咱的信仰哦，是咧检验哦。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对无？是啥物？是啥物？我信圣神。共同的教会，等等者，就是用即个初代教会咧，用即个信仰的个别的检验啊，你所传的是毋是异端？好，今日咱来看讲，透过这耶稣讲，上要紧的通过伊的声，所以咱透过上帝的话，透过耶稣的话，伫遮来帮助咱。第二就是啥物人要引带咱？耶稣想是圣神，圣神就是引带咱进入到伫耶稣所讲的真理。所以圣神会提醒咱，啥物是耶稣的真理？
咱做来读来，所以耶稣佮甲伊讲：我是实在在甲恁讲，我是羊的门。你要进入到伫即个救恩的门，你就要有迄个管道，互迄个真理有启你去认捌。所以主耶稣讲：我就是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互你会通有平安，互你会通安全。无像恁兜若无门歹，你就逐工伫遐烦恼。你门若无锁哦，哎哟，我吼，迄贼仔毋知会偷开入去，啊，伫遐来啊抢你的物件，偷你的物件袂。所以门代表安全甲保护。你伫门的内底，你就感觉安稳，你就感觉有迄个安全感。你危险来的时阵，你就是第一门紧甲门安怎关起来。主耶稣嘛提醒咱讲，你着爱入迄个矮的门啊，毋是入迄个宽的门。宽的门路大条，然后呢，探到灭无。所以今仔日咱要哪，互主的话引带咱，是互圣神的感动帮助咱。咱用这段话做来宣告讲。对恁来讲，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点伫恁内，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。是的，是的，来。因为这位神要教示逐项代志，伊的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就照着圣神教示恁的。点伫基督内面。1月开始，牧师所要设立的教会是恩高227教会，其实是用这段圣经做建立的一个真要紧的真理。伫圣神的内底，原来写恩高，恩高的原来意思是圣神。意思就讲，这圣神要教导咱，真实的是互人有一个目标、目的，就是带伫啥？耶稣的内底，带伫基督的内底。今仔日咱建立教会，无论是教人教会，每一间教会，咱的小组，咱是毋是引带人，互人带伫耶稣的内底？提醒我，甲提醒你。第三个，耶稣在供应咱，互咱的性命是真丰富的。你进入到这个门，是有关你的身份。如果昨我若要行另外一个这个基层的门，对吧？伊有2个门啊，对吧？一个是啥物门？啊？你商务舱的吼，为遮嘿，阮入去了，阮会经过商务舱。我想讲有一天来甲坐看卖，好无？你要坐商务舱，一定要有啥？要有钱嘛，对吧？要有迄个身份啊，你摕到迄个身份，所以伫入去的时阵，伊会看讲，哦，你是啥物款的身份啊？哦，你经济舱，哦，你位啊，哦，你商务舱的哦，位啊。你会通进入到迄个门，然后找到到迄个所在。耶稣讲，我就是迄个门，对我入来，我要供应你，我要帮助你。我要互你有丰盛的生命，所以耶稣要供应人的生命，甲贼来要毁坏你，互你的信用跋倒的无共款。咱做来读来，贼来一定是要偷掠、要杀、要毁灭。我是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得到真丰盛。耶稣来毋是要定罪哦。耶稣来讲，我就是要互你有丰富的生命。这法利赛人是定罪，哦，青梅为着耶稣做见证，讲伊啊，就是伊甲伊的，互我重见光明啊。总是这律法师，因竟然定这个青梅罪，因嘛定耶稣的罪。耶稣来就是要帮助咱。互咱的活命
搁较丰盛。咱做来读，上帝完整的神神圣点伫看到的基督的形体内面，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。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哦。所以耶稣来目的毋是停留伫迄个得到生命尔哦，伊的来目的是互你的生命搁较开阔，搁较丰富。啥物叫做丰盛？就是坐伫遐哦，就愈来愈济，愈来愈济。你无停伫迄个所在，你无停伫讲啊，我就是我洗礼啊，我洗礼啊。洗礼是一个入门啊。你若要真做圣，你就爱对上帝的话继续探讨啦。所以迦南之声罔听啦，听到12月底哦。其他可能新眼讲的是啥物，拢会使。上帝话你若好好去听，好好去看，就互你的生命愈来愈开阔，越来越开阔了哦。敏源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你听几句？不好意思哦，听较无台语啊。互生命开阔的是真理，真理要帮助咱，互咱进入到伫救恩的门。真理要帮助咱，圣神要帮助咱进入到伫耶稣的丰富内底，互你的生命无敢若停留伫迄个中间。愿上帝来帮助咱哦。今日咱要上任，咱的当干要上任，要就任，你要很清楚你的位分职责。今天不是牧师交付你这个使命，是这个大牧者耶稣交付你这个使命。长老，特别是长老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。长老是协助牧师治理教会，要互这信徒伫灵命的顶面，亲像耶稣所讲的，我来要互恁得到活命，并且得到更加安怎丰盛。所以咱相信，伊是救恩的门。你若对这个对，然后你入去，毋是干那伫遐停止，爱学习啊。所以我鼓励咱初信的，咱不管你信做几年，你继续爱学习。牧师这回去泰国，毋是佚佗的，嘛是去上课，对早起9点，上到暗时哦，然后6、7点，还佫帮助遐中国的这个牧者。今仔日咱来，咱是毋是有迄个负担？你若领受，你会通诚做别人的祝福。你是毋是像军队？这位牧者引带你伫迄个丰富的生命内底，伫迄个草坡，伫迄个凉冷的水会通止渴，是一个安全的。今仔咱诚做是一个小的牧者，咱是毋是伫迄个中间带头引带？你家己有单独会主，你家己会晓传福音，即会去教因。头一就讲，咱做牧者的，你爱传福音嘛？这羊群有咧看，敢毋是？毋是一个权威官兵，亲有律法师，这经学师，是听遐羊群，用心去照顾因，伫真理顶面带因。愿主来帮助咱，咱做起立，咱用这诗歌。何等的恩典，今日竞选咱，竞选我，诚做福音的采用哦，求主来帮助哦。用信心的心行好伫你面前，开我心目，予我会看见感恩的心，
了受生命活水，对你也来的温柔。这个延边来对头过来。用诚实的心行好伫你面前，开我心目，予我会看见因感恩的心，了受生命活水，对你也来的温柔减美。何等恩典，你看我做的宝贝；何等恩典，你使我做千金；何等恩典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定。何等恩典。做宝贝，何等恩典，你使我做千金；何等恩典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学落你无定。你有所造，我所困乏。你有所造，我一切担当；你有所造，我心内悲伤。你的名对你大大乐。你有所造，我所困乏。你有所造，我一切担当；你有所造，我心内悲伤。你的名配你大大乐。何等恩典，你看我做宝贝；何等恩典，你使我做千金。何等恩典，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，我的嘴要学落无停。三角来祈祷。何等恩典，主你看阮做宝贝；何等恩典，你接纳阮这个罪人。你来不是要定罪，你来就是要赏赐阮活命，互阮活得更较丰富。感谢主，你也竞选阮，竞选这的中职同工，成做牧养的人，要带人来拄着你，认捌你的真理，真理要互阮得到自由。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可以做性命。阿门。